大家好，我係丁科俊，嚟自香港，從事俗世工藝嘅工藝師。我覺得喺呢個時代，不論從事工藝或者係其他任何行業咧，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挑戰同埋失敗。希望大家可以用個正面嘅心態去面對呢啲事情，繼續做好你需要做嘅事。喺未來嘅日子咧，分享你不斷努力嘅成果。今次嘅展覽咧，就係將我之前努力咗1年嘅經驗啦，或者我嘅付出啦，係展示俾大家睇。從事工藝係一種修行，我願意付出更多嘅努力，改變竹藝過時嘅印象。希望大家能夠重新認識佢。